现代第一版圣经撒母耳记第14章。西罗亚的囝约押在王的心还在想押沙龙，就派人去提哥仔，叫一个聪明的妇人人来。约押甲伊讲：请你装作带下的妇人人，穿满衫，身躯毋通抹油，假作已经为着死人哀伤几若日。然后你入去见王，照我交代你的对王讲。约押就将所着讲的话甲妇人人。提哥仔的妇人人来见王，面趴伫涂骹拜，讲：王啊，救我！王问伊讲：你有甚物代志？伊应讲：我是一个寡妇，我的丈夫已经死。女婢有2个囝，因2个伫园里相拍，无人甲因排解，一个拍死另外一个。现在全家族拢咧攻击你的女婢，讲：你着将迄个拍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要互伊死，赔伊拍死兄弟的性命，绝伊的护士。安尼，因要将我剩的火种拍花，互我的丈夫袂当留名留后代伫世间。王甲妇人人讲：你通倒去，我会为着你下令。提哥仔的妇人人阁对王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愿即个罪归伫我甲我的家族，甲王以及王位拢无关系。王讲：若有人甲你加讲话，你甲带来我遮，我就袂阁共你。妇人人讲：愿王纪念上主你的上帝，毋通互阮亲族中报血仇的，阁杀死我的囝，才免因灭绝我的护士。王讲：我去应我的上主咒詛，你的囝连一支头毛都袂加留伫涂骹。妇人人讲：叫你允准你的女婢对我的主，我的王，阁讲一句话。王讲：做你讲。妇人人讲：王是安怎安尼计谋，要攻击上帝的子民？王若无互迄个逃命的囝倒来，王拄则讲的话，表示家己有毋对。咱拢一定会死，亲像水泼落地，袂当阁收倒转。毋过，上帝袂抢夺人的性命，为设法互逃命的人免永远受赶逐离开伊。我将这个话甲我的主，我的王讲，是因为有人甲我恐吓，所以女婢想讲着互王知，检察王会听女婢的诉求。有人要将我甲我的囝对上帝所赐的产业做一个毒灭，毋过王会听，会救伊的女婢脱离迄个人的手。女婢想，我的主，我的王会安慰我，因为我的主，我的王亲像上帝使者，会分别是非。愿上主你的上帝甲你同在。王应妇人人讲：我要问你的，你着照实讲。妇人人讲：请我的主，我的王讲。王讲：这个拢是约押甲你讨好的，是无？妇人人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我记你的活命咒詛，拄照我的主，我的王讲的，是你的仆人约押吩咐我，甲我讲的。你的仆人约押安尼做，是要互即个代志改变。我的主有亲像上帝使者的智慧，为了解世间所有的事。后来，王甲约押讲：这事我答应你，打你去，
甲迄个少年人押沙龙带倒来。约押拍伫涂骹拜，甲王祝福。约押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有答应你仆人的请求。今仔日你的仆人知我有得到你的欢喜。对安尼，约押出发去基述，带押沙龙转来耶路撒冷。王讲：叫伊倒去伊的厝，毋通见我的面。押沙龙就倒去家己的厝，无见王的面。伫以色列中，无人亲像押沙龙遐尼英俊，得着人学乐，对骹底到头壳顶拢无缺点。押沙龙逐年着剪一遍头毛，因为伊的头毛真重，伊剪起来的头毛照王的称，大约2公斤。押沙龙生3个囝，一个查某囝，查某囝名叫做塔玛，是一个真水的查某囡仔。押沙龙住伫耶路撒冷满2年，无见着王的面。押沙龙派人去叫约押，要请伊去见王，毋过约押毋肯来。押沙龙第2遍派人去叫，伊犹原毋来。押沙龙对伊的部下讲：恁看，约押的园离我的园真近，有种大马，恁去甲放火烧。押沙龙的部下就去放火烧约押的园。约押去押沙龙的厝问伊讲：你的部下是安怎放火烧我的园？押沙龙甲约押讲：我派人请你来，是要请你去见王，甲伊讲：我若着对基述倒来，我宁可留伫遐，等着互我去见王的面。我若有罪，伊通杀我。约押就去见王，甲伊转达。王叫押沙龙来，押沙龙就来见王。伫王的面前，趴伫涂骹，王就擒押沙龙。